啦啦啦啦啦，心门打开来，充满热汤，欢喜的人，充满热汤，吃菜的人，充满热汤，中乐的人。然后帮它加入味儿。列位是诗的创作演唱会的采访会场，是结合客家诗、舞台戏、演唱会的一场表演。故事是讲一个衰退5、60年的诗的，放弃了以后，看唔到佢熟悉的天球，但想看到高甜甜的太阳，故所佢创造了。我自家要上两条诗的腔样。这个都市第八度全道路，也是一个民国60年代这个台北出世的人。细细的时节，我接这个收音机传来的热情声衰退。退役以后，我当然都这个 rock and roll band 唱歌，一直都有音乐。我想爱同自家做一板桥，这个传统和现代之间，寻一条转移的路。故所我行出录音间。老客家山歌班向下演出，老小朋友向下教乌克丽丽，我学习来教乐器，我组一个重视老家的乐团，转来去新竹，伫个新亚屋驻村4年，盼青头厂草坪的音乐会，我知道咱伫草坪方比咱伫马家路方食材，要向我老大家最直接的分享。大家好，好，接下来要演唱这首歌叫做《后生挑担歌》。开担爱开手起，起足担杆啊，好喜喜。中年开歌秋苗啊苗，300年呐、如果顺开担爱开就起起，后上开那好喜喜，走上走下秋苗啊苗。有日开幕呀，忙地耶，忙人来，了忙人爱来天树向下开，开起了起中年嘅担杆，还有家己同山嘅担杆，忙人来爱爱爱爱爱。忙人的，嘿耶耶耶，开担爱开就嘿嘿嘿嘿嘿，后上开那好嘿嘿，走上走下秋苗。啊苗，开到那位哟，你莫爱咩唔知耶，忙人来呀，了下忙人爱来天树向下开，开起了起欠欠嘅担杆，嘛嘅牛强促死嘅担杆。忙人爱来天树向下开，开起了硬硬强嘅担杆，嘛嘅江山钢铁嘅担杆。忙人来爱爱爱爱，你莫骗我，跳上走枪枪，跳上走枪枪诶。我的爸爸说我是个客家人。
说我们现在很多事情要去传承，比手画脚，我们很会应景精神。我说波斯太医应该要去挂号看医生，你说祖宗的精神应该要好好的保存。OK 啦，我听进去，而且做得很认真。希望你可以打开心胸，听听我的心声，乡亲父老兄弟姐妹跟我一起唱。海南高一路，向下来冲一路，阿波罗一路，西摩一路。海南高一路，向下来冲一路，路太路一路，路摩一路。海南高一路，向下来冲一路，阿波罗一路，阿波罗。双手借给我。小朋友有听过那个客家山歌吗？有没有听过客家山歌？有哦，刚才那首歌里面就有客家山歌在里面。那我们打邦尼乐团的歌有很多，就是有传统，有现代。它里面有一首歌叫做《偶族嘅海》，有没有听过？那个《偶族嘅海》就是从那个客家的传统的平板去写的。那好不好听啊？好听哈，好听的话，请掌声鼓励。老师要唱给你们听了。做嘅海，真叫无人作来，行渡新嘅时代。我做嘅海，点亲的饼，各代从头免去头摆，头摆中年行过天顺路，头摆中年开过太峡谷，头摆无人记得嘅头摆，一步一步紧行紧出。山那高那重有什快乐，莫嫌着负重啊无奈嘅海呀路。上那流退嘞，知了其实那有心人爱。头摆中年行过天顺路，头摆中年开过太峡谷，头摆无人记得嘅头摆，一步一步紧行紧出。上快乐，莫嫌着负重
刚才那首歌呢，它的歌名叫做《欧洲的海》，它的国语的翻译叫做《肮脏的鞋》。其实老师很喜欢用一些传统的老的东西，把它放在歌曲里面。像等一下接下来要唱这个歌呢，也是传统的一个念谣，树当调的叫连连，就是树上的鸟儿一直叫的意思。它其实这个故事就是树上的鸟儿啊，然后每年都是一直跟自己的那个爸爸妈妈鸟，就是哭诉，我每年都很努力工作赚钱，可没有办法赚到钱来娶老婆。这个其实在叙述这个我们当代的一个年轻人一个心情，30难历的一个感觉。这首歌《树当调的叫连连》来带给大家，谢谢。树当调的叫连连哦，爱头不用有没钱呢，流中电的同也讲。讲来讲去，讲来讲去，讲来讲去，有意年代。树当调的叫连连哦，爱头不有没钱的，流中电的同也讲，讲来讲去有意言的，爱家阿了，伊莫紧念爱，已经30人。用杯含馒头，爱家阿婆啊，伊莫紧笑爱哟，爱有认真做，16岁莫做对头，笑下笑下笑咩？爱笑，讲去再还有奈何？笑咩？袂笑，讲去最后有奈何？无奈何，袂咩事何？天气唔好穿无钱，爱买厝所无板件，啥么险爱无吹跳啊！一年万个又一年。罢了，伊莫紧念爱，拼劲爱几多，爱满聪明多，爱家阿婆啊，伊莫紧笑爱哟，会离强人不是多，两条米袂冲。半夜风起来自点点，面从安太手爱一撒孤身呀，多带爱穿几多张游啦。张游吹跳工作生人呢，本年南。本年下，树当调的叫连连哦，爱头不用有没钱的，流中电的同也讲，讲来讲去有意言。
充本一趟最自坦然。我这次想要合作的来宾有豆花妹，那个 Full of you, full of you, full of you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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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ull of you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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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。不然的话，或者是瑶瑶那个爱的宝宝，那个其实我觉得都很不错。不然的话，就是他们之后的刘福柱大哥，也可以啦。刘荣昌，姓老，不听。其实我从小就是那个妈妈在客厅做家庭代工，然后听那个电台广播长大的。那个电台就会有那种传出那个乐琴弹唱的声音。我来念歌咯，予你听戏。就是刘福柱大哥其实对台湾那种传统的念谣，然后如何把它编成就是流行歌曲是很有心得的。哦，老早，还没困啊？未啦，我阿聪。哦，你有做阿聪哦？哦，你好。我今麦拄仔咧练迄个你创作的歌啦。好，都几首？一条叫做迄个 LA， 听到讲LA 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哦，A 就是下粿啊。下粿，较早吼，过年吼，爱做甜粿、发粿、菜头粿。做粿，就无啊吼，家己下粿。这个动作叫做 A。对，这个是 A。下粿。LA 啊 A， 安尼啦。你是什么起哦？哦 F。LA。嘿。台美台石来饲鸡。台美台石来饲鸡。切，一定要切音。台美台石。yes。来饲鸡。饲鸡，鸡啊就更清楚。饲鸡要叫鸡，饲狗要收糜，都要切音。要收糜，飼猪要行济，飼牛要拖犁。哦，你这做油的呢？一定要，无油吼，你无油，你牵拖者就不清楚了。飼牛要拖犁，飼後生又好老爸，飼新婦又好大家，飼查某囝。那其实，在台湾的歌坛呢，也有一位我觉得很厉害的前辈，他其实常常在做这种台湾民谣的，就是传统跟现代结合。他是一个我觉得很棒的那个创作者。让我们来欢迎刘福柱大哥。大家好。刘福柱大哥，咱今日要来唱一条，这条叫做 LA 嘛，因为我听这条歌，我感觉最有意思的。好来。LA，台美台石来饲鸡，饲鸡要叫鸡，饲狗要收糜。飼猪要行济，飼牛要拖犁，飼後生又好老爸，飼新婦又好大家，飼查某囝，哎呦，別人的，查某囝留下去嫁外國，講嫁一個囝婿偏篤篤，要看外孫就坐飛機，天邊海角嘛着去，趕緊去甲人學外語。上解要緊是 ABC，ABC 念 TT， 豆菜葉兼牽絲，阿婆啊看無頭起起，問過來問過去，問隔壁問厝邊，問着拍鼓因後生，好不好聽？好聽，掌聲！来，双手来哦。LA，台美台石来饲雞，飼雞要叫雞，飼狗要收糜，飼豬要行濟，飼牛要拖犁，飼後生又好老爸，飼新婦又好大家，飼查某囝。
其实你大部分写的歌拢迄个台语歌嘛，吼。对对，我听说你的唱片有一首是你曾经唱过客家歌。对，3个字。客家歌其实它非常的自由，每一个人想转的音就由他自己的习惯、最喜欢的音给唱出来，是非常了不起的音乐的构造。那我们就一起来跟刘福珠大哥一起来唱这个山歌子。爱从那子山那过啊，不讲那摩罗，爱就那山那过啊，七班那罗。山歌那是爱罗冲啊，爱台那风罗，唔系那跳那来呀，唔系那冲罗。那是从那走啦，勤劳那爱罗，米奇那从那走啦，每个那龙充满一汤最自坦然。这首歌叫做《伯公》啊，伯公就是客家话土地公的意思。这首歌就跟伯公有关系。这满天条嘅阿北公，为何天地冰封？是无经营用为无看到喏，却总杀紧去紧多。这满种树嘅阿北公，为何树头公公？漂亮嘅人唔知这无奈去，乃是有人拜天公。北公，北公，창문有汤多么？开山大那开比做准，怎有天求好村中？北公，北公。창문有汤多么？前人在，树后人善良，望人留子孙好丰功。这满水头嘅阿北公，为何比通吞平？钓鱼嘅人唔知这好奈去，工厂杀紧去紧多。
食闷茶烟给阿伯公，比好茶树边草。杂茶嘅细阿妹最好耐去，嘿唔嘿变成阿婆。伯公伯公，枪门有通多么，开山打那开比做准。张有天求好村中，北公北公，枪门有通多么，千年在树后人生量，万年留子孙好风光。北公北公，枪门有通多么，开山打那开比做准，张有天求好村中。北公北公，枪门有通多么，千年在树后人生量，万年留子孙好风光。千年在树后人生量，万年留子孙好风光。好风光。以前这个外面全部都是种满了米，都是稻田。可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变成从种米变成种房子呢？那以前在那个田里面有很多那个伯公、伯公，他们住在那个田的中间。以前那个农夫啊，他有什么心事，他都会去跟伯公说。那现在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人，他有心事要跟谁说呢？跟房子说。有很多这样子传统的老东西，慢慢的在不见。那除了伯公之外，我也帮一个老桥写了一首歌，那个桥叫陈干桥，在新竹快100年了。那这首歌就叫《老桥》。路桥，路桥，你的俩味几多年，结久无看到，在国嘅牛叉开单嘅人买茶夫。路桥，路桥，你的俩味几多年，结久无看到，头摆嘅夜光，杂杂嘅人从山歌。脚下嘅好把水，年年夜夜流无停，路中头嘅人來來又去，苗平閒氣做太戲，
二脚下嘅有把水，年年夜夜流无停，是路北风迎来来，又稀万年袂记得你。脚下嘅雨把水，年年夜夜流无停，路中头嘅人来来又去，渺平汉嘅做太戏，你脚下嘅雨把水。年年夜夜流无停，是路北风迎来来，又稀万年袂记得你，万年袂记得你，万年泪通下。充满一堂最自坦然。我第一次听他打邦尼，我觉得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是帮你打，打爆你，打完之后帮助你。他在国语来说好像没有这个逻辑可言呢。其实叫大崩你，就是幸好有你，多亏有你的意思。那时候就是上节目，那一些基本上都是流行乐的乐团，没有办法比较原汁原味。后来就被迫组了一个自己的乐团，然后找一些猪朋狗友，比如说把手拿开可以吗？比如说我们两个的领域是那个流行乐的，然后阿纪就是比较国乐。我觉得他是从小学古典的，可是要合在一起，其实是一门蛮大的学问。所以我们到现在还在磨合、所以我们磨到还没有很合啦。我们磨到都是吃东西比较多啊。我们这些团员，我相信在他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。可能除了我们，可能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他。他上台常常会有，就是你会不知道他突然想到什么这样。因为100场表演，应该同一首歌有100场不一样的表演的方法。
随着那时候的心情去走。有时候现场好玩就是好玩在这个地方。我会把它解释跟很像谈恋爱一样，他没有激情的话，你是嘎路顺好。不是，我没有很舒服阿昌哦，还是去写歌、写词就好，要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大家。中肯。应该正确说就是整个团像一个人譬如说什么时候我会那个调拍啊，什么时候哪里我会吐槽，大家都心里会有数。那件事情其实是那个默契，其实是长久的相处去得来的。我们是一个互相打帮你的一个团体，互相依靠。对。多了味，你会甜么？做得了亮一下么？爱你条街，还有真多的路，爱行有你作伴，爱不会惊。多了味，你会甜么？做得轻松一下么？爱的条件还有真多的路，爱行浮上天数，飞去的事情。变多自然，跳摆爱唔知，路向哪边行，目睭唔知，欣赏天堂嘅月光，披讲唔知，披款拍花嘅枝，影响脑筋唔知思量。人生嘅方向，打碰你，老爱讲，打碰你，打碰你。多了味，你会甜么？做得轻松一下么？爱的条件还有真多的路，爱行浮上天数，飞去的事情。变多自然，跳摆爱唔知，路向哪边行，目睭唔知，看那天堂嘅月光，披讲唔知，披款拍花嘅真香，脑筋唔知思量，人生。方向打碰你，老爱讲，打碰你，偏爱行，打碰你，老爱讲，打碰你。
Vujavra， 是得好久 Vujavra， 是得好久 Vujavra， 是得好久久 Vujavra。刚才那首歌的歌名叫做《打邦尼》，那打邦尼客家话是这样讲，叫做大邦尼。大邦尼就是我们乐团的名字，打邦尼乐团。那我们究竟是打你还是帮你呢？这句话的客家话的意思叫做幸好有你，多亏有你。那也幸好在这个音乐的路程其实不容易。那一路上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扶持。那非常高兴，我们其实在这条路上，我们乐团有中乐器、有西乐器，我们有传统、有现代，有各种不一样的音乐的思考在里面。我希望我们可以做出很多很美好的音乐，有新的可能在我们未来的生活或者是音乐创作上。这首歌带给大家：种一缕讲讲嘅花，种一朵漂亮的花。嘅心肝肚有日秋天，风铁起唔知几多年呢。每日手上手下为了去赚钱，安用过日就像喷现嘅自由啊！爱嘅心肝肚有日秋天，风铁起唔知几多年呢。今日脚上腳下，所措汗連連，娃娃一講老風音從天頂天內響，一滴滴的，一滴滴的種啊種出來，一滴滴的種本記出來。我要一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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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夢種回來，一滴滴的種本記出來。種一蕊將將嘅花，心肝地都向落金碧那，南風那吹來那心鬆鬆啊，叫佢嘛嘅爛爛嘅條渣，種一條葱葱嘅瓜，心肝地都散過金碧那。從啊生開那一條一條扎本兒來他。我們笛子手黃淑靜，二胡手蕭思維。一滴滴的，一滴滴的種啊種出來，一滴滴的種本記出來。我要一點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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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夢種回來，一點兒一點兒把夢種回來。種一蕊將將嘅花，
爽啊，要起嘛起咱一条茶，送一条匆匆的歌，心肝伫拄山坡金碧啊，山歌若不创啊山可以拿，一条一条十分鱼来汤。会记的时代的话，甘愿做牛，不惊无田地。会使时来扫草，黑暗时顺田头，脚踏实地，不望好日后。唱一条温暖的歌，你我拢有感怀的心声。台北唱歌，转来生活有我嘛是唱歌，咱的希望唱予人人听，将咱的希望唱予人人听，一条一条山歌分鱼汤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今天来新瓦屋，我们是打帮你乐团，耶！掌声加尖叫来，哟呼！